市府觀光旅遊局即屆推出了3條集團的遊程，分別鎖定生態的體驗、文創城市的探索，甲特色溫泉文化等，全面採用集團的文具，結合在地食材甲環保的旅宿，讓旅客佇兼顧文化甲自然體驗的同時，會用比一般家己駕駛前往旅遊來減少46%的碳排放。我們已經認證好這3條路線。未來再搭配就變成3×2=6，然後再加上明年再申請，有可能至少12條減碳的路線都可以有這個碳抵減的這個存在。因此呢，特別謝謝，不管是企業的現在在 ESG 報告裡面的組織行為，或者是這個我們自己個人的一個對於環境的許諾。我都很推薦各位能夠來到台南，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經過這樣的認證的一個流程，那吃在地，然後玩在地，然後用碳排量最低的一個方式，很輕輕鬆鬆、快快樂樂、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的做好你的行程流程。所以說我們很期待各位能夠在未來呢，台南是全台灣第一個城市。現在也是全台灣第一個做這個獲得 GS 減碳認證遊程的城市。這個旅程規劃由台灣觀光創新協會輔導業者進行碳足跡的計算，以着每位旅客坐上虎頭埤，敢若產生0.3公斤的碳排，和虎頭埤嘛成為全台第一個完成景區的碳盤查，並且取得國際黃金標準碳註銷證明的場合。我們成功的幫台灣第一個風景區做到了整個風景區的遊客碳排的數字。雖然說你一個遊客到虎頭埤，因為虎頭埤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環保生態的地方，所以它的每一個遊客的平均的碳排量是0.3，雖然很小，可是如果今天剛剛就像局長講的，一個大企業到那邊辦家庭日，一個大企業到那邊辦整個 outing 踏青，可能一次來1000個。可能一次來2000個，那他就可以直接申請這個證書，他就可以直接放在他的範疇3。那員工旅遊的預算其實都有，那你到其他地方辦也是辦，到虎頭埤辦也是辦，那來虎頭埤辦，你就直接可以把你的永續報告的組織行為做個解決。台灣觀光創新協會理事長李奇岳表示，觀光業每年大約佔全台碳排量大約100%，而且還在持續增加當中。這屆台南的成果代表台灣觀光產業已經成功甲着國際來接軌，未來希望推廣到其他的縣市，甲着更較濟旅行社，讓綠色的旅遊成為新的主流。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